7隻小羊與大野狼。從前，森林裏住着羊媽媽和7隻小羊。有一天，羊媽媽要出門買東西，媽媽不在家的時候，你要好好看家。好，我們一定不會開門。說完，羊媽媽安心地出門去了。過了一會兒，大野狼砰砰砰用力敲着大門，用粗粗的聲音說話：小羊們，快開門，媽媽回來了！不開，不開！媽媽的聲音細細的，敲門的聲音細細的。你是大野狼，輕輕的。你是大野狼，要細細的，要輕輕的。大野狼聽了，馬上跑去買潤喉糖，一個氣吞了下去。過了一會兒，大野狼嘎嘎嘎輕輕地敲着大門，又捏着喉嚨，用尖尖細細的聲音說話。7隻小羊趴在地上往外看，從門縫着看到一雙又黑又大的腳。小羊們，快開門，媽媽回來了！不開，不開！媽媽的腳白白小小的。你是大野狼。大野狼聽了，馬上跑去買麵粉，加了水，把大腳塗成白色，再踮起腳尖，輕輕的敲着大門。小羊們，快開門，媽媽回來了！7隻小羊聽到又細又柔的呼喚聲，並從門縫看到白又小的腳，以為是媽媽回來了。敲門的聲音輕輕的，說話的聲音細細的，腳白白小小的，是媽媽回來了。大野狼終於等到小羊打開門，馬上衝了進去。哇啊！是大野狼！7隻小羊嚇得大叫，趕緊躲了起來。大野狼到處找啊找，一下子就發現小羊了，把它們一隻隻吞進肚子裏，只有最小的小羊躲在大時鐘裏，沒有被發現。小羊
等了很久，終於等到羊媽媽回來了。哇！大野狼跑進家裏，哥哥姐姐都被他吞進肚子裏了。